大家好，今次嘅影片咧會講 DSE 嘅2023年嘅題目，咁就會係卷2嘅第44條嘅 MC 啦。咁呢條題目咧係關於標準分嘅，咁有啲公式喺度啦。咁標準分嘅計法咧就會係某一個數據係 X 啦，減翻成組數據嘅平均數，減完之後咧再除個標準差。好啦，咁講完公式咧，睇一睇題目啦。咁啊，題目咧就會俾咗啲資料大家啦，就係3個學生某次考試裏邊嘅得分同埋標準分。咁藍色嗰個咧就係同一個人嘅得分嚟嘅，咁佢得分就46分，佢嘅標準分咧就-3。然之後 X 啦係另一個同學得分啦，然之後標準分係1。黃色咧就係第3位同學嘅得分啦，就86分，同埋標準分係2嘅。咁然之後咧就叫大家咧計翻個 X 出嚟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呢條題目咧就同標準分有關啦。啱啱講咗標準分嘅計法，藍色嗰位同學咧，咁我哋用翻標準分嘅公式嘅時候咧，我哋可以列到咧呢條嘅方程啦。咁就會-3等於46減翻個平均數，減完之後咧再除翻個標準差。而綠色嘅同學咧，我哋寫到嘅方程咧就會係一個3個未知數嘅方程啦，因為唔知道佢嘅得分，亦都唔知平均數，亦都唔知標準差。黃色嗰位同學咧，我哋寫到嘅方程咧會係一個2個未知數嘅方程，咁所以咧其實咧你會見到藍色同埋黃色咧，我哋會攞嚟做先啦，因為佢哋都係2個未知數嘅方程啦。咁我哋執靚佢咧就會係藍色嗰個咧，我哋就會變咗減3個。標準差等於46減平均數咯，然之後咧再執靚啲咧就會係平均數減翻3個標準差，就等於46啦。咁然之後黃色嗰條式咧做相同嘅步驟，我哋會得到咧平均數加翻2個標準差咧，就等於86。大家見到呢一種嘅2個未知數嘅聯立方程嘅時候咧，其實就大家就可以撳翻計數機嘅 program 啦。咁計數機嘅 program 一撳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得到咧個平均分咧就會係70分啦，個標準差咧就係8啦。咁嘅情況之下咧，我哋可以將呢2個數據咧就代翻落去綠色嗰條式嗰度，代翻去綠色條式嗰度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得到咁樣啦。然之後再解方程咧，我哋就會計到個 X 咧係78啦。所以呢條咧，我哋就會揀 D 做答案咯。